我真的感觉讲吼，树人较可靠啦，靠树人较妥当啦。你敢靠，我唔敢靠啦。查某囝同款饲大汉，嘛是爱嫁翁啦。嫁翁就亲像敢若泼出来水，袂当收回啦。亲像阿敏啊，一个例，你敢无看到心？阿敏啊，甲秀兰，佫显得好。秀兰嘛真听伊的话呢。我实在愈想愈惊。你一句啊靠秀兰，两句啊靠秀兰。那以我咧想吼，伫伊也袂加进前，加趁一寡钱互我，安尼我就真阿弥陀佛啦。我是伫咧教训大人咧，你小多咧牵大东牵大西，是踮咧牵大阿敏啊，是踮咧牵大秀兰。我甲你讲哦，你二世人我踢你哦，我连你叫你大鬼。你是咧拍啥戏？你是讲大声就赢了？今日你也莫叫新来去做工课，古嘛要判刑。你安尼较无信心，你是咧大声啥戏啊？阿爸，我嘛有责任啦。秀兰，当你是甲人咧跪啥啦？我若甲母包好较红的，母嘛袂照去。就是因的。阿爸，阿兄为保护到即嘛，你叫阿兄起来啦，换我跪啦。爹，我饭煮好啊啦，你甲阿兄先去食饭啦。闲话啦，你有听去无？恁老母就是安尼挺身你啦，连恁小妹都咧暗护你哦。你一个查甫囡仔，安尼敢袂感觉更小心？你今仔日若搁袂晓想吼，我无法度甲你教啦。莫搁哭啊啦！起来，两个拢起来。起来。安怎啦？我麻痹啊啦，袂行路啊啦。拢是你啦，一直叫伊跪，伊脚毋知麻去，安尼牛角袂倒转来了。毋过若跪脚破，想看要安怎啦？稳落来，稳落来，来来，稳来点，稳来点。哦，感冒。来，来点，稳来点。爸，上班啦。你若生做查甫的吼，无足好啊。秀兰啊，你还会记得阿牛伫咱厝边住偌久啊？我敢若知影，我细汉的时阵，阿母就住进咱厝的啊。伫你出世的时阵，阿爸对牛贩仔遐甲牵转来。原来呢，阿母甲我平济岁啊。阿牛吼，比你较济岁啊。阿爸甲买转来的时阵吼，差不多是食大只。伊毋是咱自细汉饲大只的啊。原来是安尼哦。若要照顾的年岁甲算起来吼，阿牛嘛算老牛啊。趁做讲卖胖去啦，可再做嘛做无几年啊。唉，人哦，食老就无路用啊啦。阿爸，你莫安尼讲啦。你细汉的时阵吼，若是伫咧哭，阿爸就带你来看过，你就无哭啊。有一摆哦，你伫咧哭，阿爸甲你抱起你牛的脚趾片，你哪无哭啊？欢喜啊，安尼笑嗨嗨哦！领导是生活啦，逐摆若看到牛，就安尼走啊，伊甲你无共款，你上爱甲牛耍，你敢会记？阿爸，
我要来去这个啊。好啦，阿奇吼，着较认真学咧，莫咧卡袂着讲想厝，啊着走转来，安尼唔叫成一个查甫囝，知影无？阿爸，等我做裁缝，我再买一只牛行李。好啦，即句话吼，阿爸较久着甲你记起来。好啦好啦，要去紧去。哎呀，你要家己照顾你家己哦。谁啊娜娜？谁啊娜娜？回来！哎呀，这麻辣互你再去食。阿你阿豆，阿母，我要走去七姑食。谁啊娜娜？谁呀娜娜？千里路，万里情。天下的母亲第一个。哦，秋兰啊，加速你，你爱打遮紧哦，你敢拢袂忝？会啊，哪袂忝？哦，你趁遐侪钱是要创啥？是要留你学家庄哟？啥物遐嫁妆啊？秋兰啊，是你晓啦，真好啊！嘿，啊亲情做好啊，啊是啥物人，阮哪拢唔知啊？无啦，看一个囝生一个囝，找人点点啦，怎啊紧贴贴的啦？好啦，遐大声创啥？这个秋兰哦，嘿嘿，名真好。好，我无甲你讲，今仔日你亲目睭看过，你就知影。那我报价买啊，你要相信我，袂甲你操蛋。是啦，这个秋兰有影哦，真好处啊。囡仔时阵就咧做大人工课，即马大汉啊，查某囡仔人就咧做查甫人工课，实在有影无简单啦。哦对哦，啊你若带着秋兰做新妇啊，迄秋兰做工课佫真骨力，带着一个秋兰啊，当咧作屁的。是讲安怎？这个秋兰啊，那参照你讲啊，安尼大项都这尔好，应该真侪人来讲亲情才对啊。嘛袂少话啊嘛对无？啊那甲起码要嫁袂出去。话若要讲透底啊，目屎你都飞袂离哦。啊咪啊！嘿，总讲一句啊，秋兰是为着因兜的人伫咧设想，毋则无想到伊将来幸福。你看今啊，做到遮艰苦。啊你啊，人也真好处啊。哎。阿坤啊，因某啊，正上吼是咧开迄个米家店，是咱中村啊吼好野人，啊因后生吼，佮读迄个师范学校毕业，
即马是咱中秋啊吼，小学吼一个教册，好好好，啊人古语啊个老实，学问个悬哦。恁树人吼，若会过来吼，吼，恁树人一定真福气哦。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阮玉飞若会当娶到恁秋兰哦，这是伊的福气。这是你唔甘嫌啦，啊是讲啊，骗金啊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啊，恁树人若会过来吼，这骗金哦，好讲。啊，对，恁查某囝来肯互我做新妇吼，骗金加淡薄，这会使，会使。会使你去死啦！你是当作我咧卖查囝哟？哎，啊你这个人讲话哪会安尼啊？我这个人哦，本来就是讲话遮尔土啦。安怎啊？我甲你讲啦，你若想讲要来甲阮做亲情吼，免讲啦，我袂愿啦。摇摆咧，你袂言人都较真言咧。无咯，进山啊，进山，莫惊紧啦，咱好你讲啦，慢慢咧参详啦。阿坤啊，你安是咧创啥啦？亲情袂成，人情在啊！你安都互我闹开啊！保证，啊你嘛较拜托咧，啊你要来甲阮做亲情吼，嘛小甲阮敬一下。啊，亲像迄颗咯，迄个米家川因迄个后袖吼跳翠影啊，迄伫这砖头风声是遐尔歹。啊，连这种亲情你也咧做，你这土人啊！我甲你讲哦，袂翻车。连茶也无。人来讲亲情，你若无介意听，嘛莫讲应该遐歹声扫。啊，迄款好嘢人吼，小过嚣摆吼，看了袂介意啦。人迄保证别伫咧讲啦，讲迄个米家川迄个翘嘴影啊吼，无亲像别人咧讲迄个恶质啊。而且吼，人因骗金，要搁甲咱出外关的呢。所以讲这层亲情若讲无成哦，实在有够拍算的啦。那你是讲煞话啦？好啦好啦，莫讲安尼用哩袂。我若看你一天假毋拢倒咧激酒哦，早晚就叫警察抓去啦。啊你嘛有够奇，啊这酒我家己结要家己食，我无要卖，我咧惊啥？你若会晓卖吼，卖一寡钱来我用，我阁罔欢喜啦。啊，都桃啊啦、李啊啦、黄啊啦、葡萄啦，若变过你的手吼，都摕去浸酒啦。我看你早晚吼，用要变酒鬼啊啦。啊，你若有才调，来，我这菜脯，你甲我摕去浸菜脯酒，安尼毋就好？零工啦，你免惊我做袂出来啦。嘿，讲啊，阁敢若真实咧。嘿，你若有闲，我甲你拜托好无？你莫做这有水无看的啦。生活已经房间咧闹啊啦。若有时间哦，去甲补顾咧啦。风太来才袂去互掀去啦。莫定来顾啉烧酒吼，拢无关心你囝啦。啊，咱生活啦，咱结婚尔啊，哎，喊你几时甲转来一撮？你安尼细细念，就讲你就咧无欢喜啦，细细念。阿弟啦，你会忝袂？你脚若酸哦，咱休困者啦。哎呦喂啊！安怎啦，阿弟啦？你是安怎啦？俺脚就酸诶，啊，搁小可喙焦呢。哦，好，来，叫你这来。好。我停掉你啉哈。你脚会酸无？袂啦。搁袂无？安尼就好啊。哦。我就知影你对我上好。要啉嘛？唔系，你啉到啊？哎呀，你是咧创啥啦？啊了，你是咧甲我买啥啦？我摆好呐。你的菜头路啊，甲我碰到这牛车顶，啊时啊咸笃笃呢，啊你唔惊我这台牛车叫食后去哦？嘿，啊牛无啊啦，啊老这台牛车你也唔买啊啦，啊老这要创啥的？规区我扑菜脯啊！啊无牛你唔买牛，啊你一天敢咧销售我这台牛车？无啊，啊有牛你敢都有才调做啥？啊我好啦，我若咧讲话吼，你莫结到迄个苦瓜面啦。
牛车我卖卖，我再用盐吼豆豆啊生起来，捞起来做古董，啊再有树兰啊做嫁妆，安尼唔就好啊？你看，阿爸，阿母，啊，马丁啊！哎呦，阿丁啊！啊，你来坚持不到这大个啊啦！啊，新华人乃无转来甲我讲啦。就是老爷，你都有孙阿婆呢。真欢喜！啊，新华人嘞？啊，新华姨，爸，爸，新华啦！母啊，啊，你要倒转来，无甲母通知一声。啊，你来赶下一行李啦。啊，阮都要搬转来大啦。啊？你搬转来大，啊，你去到点样头路咧？我都甲死掉去啊啦。啊，你好啊，头路无做，啊你，无也是你讲死，也是去用死的啦。阿爸，你莫讲问啊啦。是不是你莫去问？迄代志做嘛是一个原因，一个结果。啊，你到底是安怎？你讲啊？好啦好啦，莫踮要遮问啊啦。你看咧，你看，你看咱阿弟啊，腹肚遮大个安尼。安尼好啦，因即摆才转来吼，我看吼，活得真辛苦伫咧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叫伊内面再搁讲啦。我来行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天下的母亲白伊个。啥？嘿啦，秀兰这物件吼，我来甲款款的。啊，这间房间吼，昨天互你住就好啊。无啊，啊你秋兰的房间让新华人啊无困，啊你是要叫秋兰你困倒去啦？啊你问我，我要问啥啊？啊新华来厝顶你老好，我叫你去补补咧，你乃唔？啊这要怪什么人啊？有啊，我阿爸即摆性地有较改啊呢，无像伊早遐尔啊歹啊，啊你即摆吼，搁加安尼甲因出因子啊呢。啊，都啉酒吼，啉甲变酒空啦，啊谁要化？是讲哦，阮先占秋兰的房间，也无先甲问，啊伊若无欢喜，毋知要安怎吼。哎呦，这做你放心啦，这阿母咧做主意的啊，啊这秋兰的物件，我来甲管管咧，做恁大无要紧。你今仔日吼，搁摒头顶打上多啦！啊，这几个吼查甫人吼，毋知感觉吼真见笑话哦。啊，苏秋兰啊吼，毋是啥无面子的代志啦，你也免多啊讲话，你甲我掂啦。秋兰啊，你手哪咧抓？可能哦是伤过出力啦，不要紧啦。秋兰啊，真忝哦。袂啦，唔通安尼硬死吐哦，像你安尼吼，体魄身体都支撑袂掉。不要紧啦，休困一下，明仔载就好啊。安尼哦，我先来啦。好。哎，这秋兰啊，实在真正可怜哦。